我收到我朋友一封信，佢講話佢對教會非常嘅失望，因為弟兄姊妹都專注點樣賺錢，長老同埋執事喺嗰度咧爭權鬥利。佢話似乎最吸引人返教會嘅就係聚會咗之後一齊食飯。我弟兄姊妹，當你遇見咁樣嘅情況嘅時候，你可以改變你嘅思想，就咧唔會被絆倒啦。迪士尼製作咗一個嘅電影叫做《歡樂滿人間》，係描寫有一個仙女保姆叫做 Mary Poppins， 攞住把遮降落嚟嘅。佢點樣幫助一個嘅家庭重拾生活嘅樂趣，彼此體貼呢？其中一樣佢所做嘅就係佢同佢嘅主人 Mr. Banks 嘅細路仔咁講，佢話你嘅爸爸日日喺嗰個又冷又無情嘅銀行裏邊生活，成日被嗰啲勾心鬥角嘅人包圍，人人都係唯利是圖，冇人為佢分擔擔子，所以佢會變成咁剛硬，咁無情。弟兄姊妹，你都要咁樣去諗，你所批評嘅嗰個嘅領袖，其實同樣嘅非常嘅凄涼，冇人為佢代禱，佢一個人喺嗰度掙扎，佢喺咁樣嘅情況底下，仲仍夠服侍，仲喺嗰度努力，冇放棄信仰，已經不錯啦。所以你對佢寬大一啲，你就唔會被絆倒啦。你要注意佢嘅長處，你要揾佢嘅生命裏邊最寶貴嘅地方。主耶穌嘅一生，成日都經歷叫佢絆倒嘅人，嗰啲嘅門徒成日誤解佢，爭寵爭坐佢左邊右邊。佢去耶路撒冷為着去揚名聲，但喺主耶穌生命嘅裏邊，仍舊有幾個係叫佢心得安慰嘅。嗰啲嘅有罪嘅婦人會用佢嘅眼淚洗主耶穌嘅腳，嗰啲寡婦會獻上2個小錢，嗰啲小孩子會喜歡到佢嗰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唔要被絆倒，你就注意周圍嘅嗰啲美好嘅事情，叫你嘅心重新得安慰。